台湾创会表示，新营的天鹅湖公园被列为国家级的重要湿地，也是当地知名的运动休闲公园，有丰富的鸟类生态加优美的环境。不过，根据伊对观光旅局民国100年到109年所调出来的预算显示，10档内竟然只有7万外块，所以商务相当不满，建设经费被边缘化。恁也有心。边缘化所在，小所在你唔通定来办好，我就办啊做风光，有票的。小所在边缘化所在，你唔爱甲关心。咱身为当地所一个民意代表，会认同袂认同？你来甲咱关心吗？咱迄边边缘化，遮个所在，无你看迄环境有好无？迄鸟拢自然的呢，我无去学白翕呢。咱一个政府有郑大哥是。中国时报，因遮两高品特派了贴落来，人足关心。透早4、5点，伊遐味咧翕，迄个鸟放喺鸟，你看有水无啦？放喺鸟看嘛来无？你放甲放我鸟这环境来看嘛来无？安尼有水无啦？鸟安尼逐种足水足水，你来甲因关心，我意思你知影？可听？无做得桥，我讲真了。这天鹅湖其实是水利局甲公务局阮管理局的部分比较是软体，阮就是做活动，做一寡活动伫遐，是和公所，伊嘛会来和阮做合作啦。一寡社团其实伊嘛会来和阮争取讲，即个观光的即个相关的即个补助啦。所以搁有阮嘛有甲即个旅行社的部分，阮嘛有去做一个推广。阮做的因为二则你嘛家己做报告阮管理局其实伫咧建设的经费，阮相对和其他局处比起来是无遐尔多，所以阮拢是大家做伙合作的。台南市是规一个整体啦，市政府是整体，所以阮是大家做伙来合作。所以水利局其实拢一直有淡仔做。我们也在针对这个水质改善的部分嘛是一直咧思考研拟这个后续的一个办法啦。所以嘛希望讲遐会当拍做一个较完美的一个景点呐吼。局长以2个体建设经费是市府整体合作，不是独到观光旅局为理由。不过，议员认为局长是推卸责任，因为伊新营区的景点包括白河联乡的休闲空间、柳营德湾比等建设位列，拢至少1000多万。批评市府合并遮久，或者呢美丽景点被拍远，要求关爱眼神来用心营造。台南新闻管制何长邦采访报道。